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信上帝，全能被创造人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圣囝，咱的主，以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兵。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逢，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伫圣诗26篇，我来替恁来引，就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即个大会中，我要全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爱也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其事，互人纪念。上有怜悯，伊使美良，互敬畏伊的人。伊为永远记得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伊的教示拢可靠，永远袂改变。照事实正直直行。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遵行的人才是聪明。再来，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一礼拜来保守甲看顾。阮来到你的圣殿，搁你的面前，阮犹原求你赦免阮的罪。阮伫世上犹原会摇错，阮犹原会违背你的旨意，阮犹原无正做一个基督徒的款式。主，求你再一遍伸出你的施恩甲拯救的双手来扶持阮。主，阮嘛爱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两者，阮拄着困难、麻烦、惊吓的事，拢袂记你向你祈祷，向你来求讨，常常用家己的方法，袂记你用你的方法来向你祈祷。主，求你赦免阮的罪。你讲，阮伫困苦的时，爱无停的向你祈祷。阮伫失志无预望的时，向你大声而乐。主，求你翻转阮的性命，像摩西嘛会伫你的面前怨叹，以利亚伫你的面前嘛会失志，想要死。马代伫你的面前嘛会向你怨叹，听无你的话语。主，愿互因，主，你互因归向你。阮嘛向你祈祷，来向你来求讨，翻转阮的性命。主，阮伫遮嚎叫，你是阮的阿爸爸。阮嘛想要用有阿伯拉罕的智慧甲祝福伫阮的心上，甲阮的家庭。主，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是中会大专主日，中心派主任牧师王品生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小会公告，欢迎甲接纳康美雪姊妹
的成人会籍，对高雄中会瑞华教会专来本会愿主祝福。第三，本会8月5号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家庭探访，因为牧长参加蒋志刚传道项目，甲就任总会机构牧师感恩礼拜暂停一摆。第四，下周主日8月6号是父亲节主日，本会要举办感恩礼拜甲赠送，大家爸爸礼物一份，来表达敬意，愿上帝祝福大家家庭会当幸福美满。第5点，本会定伫8月3号拜四，暗上8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参加。第二，具体消息、史上的消息，本会4会姊妹安歇主怀，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姐为了遗族代祷，并且相助会员交会费。第2点，合作社消息，以下大家需要看吼。第3点，社青、学青甲儿童牧区，伫8月5号拜六下晡4点半到8点，伫敬拜中心要举办木木亲子嘉年华，活动的内容有美食、福音解签、文创、甲农牧商品、草地音乐会、摸彩，现场爱使用原油券的消费，无接受现金，费用是250块。对打开始用早鸟票的方式是200块，欢迎兄弟来踊跃参加。第4点，儿童牧区定伫8月15号到18号，就是拜二到拜五下晡2点到5点，要举办儿童放暑假的活动，对象是幼稚园的大班到小学的6年，内容是诗歌的翻唱、故事的分享、手作的迄个教学、户外活动，费用是200块，欢迎小朋友踊跃写作的老师甲余胜阳区长来报名参加。第3，教界消息，咱请王老师。这大平安。咱本会出身蒋志刚传道，要伫8月初5上午9点半，伫沙卡兰教会举行红木就任总会机构的感恩礼拜，机构的牧师的感恩礼拜，咱陈牧师甲咱几个长执要前往祝贺咱也为着这来为伊祈祷，多谢。接续，咱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白话字197页，台语汉语本是197页，和合本是241页。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恁来看，我来强读。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多体，各身躯的体虽然多，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也是希利尼，做奴才的，也是有自由的，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也拢捌啉一个神。14节，因为身躯毋是一体，是多体。即使骹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属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身躯。即使耳仔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即使通身躯是目睭，对打扰话听，
那拢是耳仔对打落画片。18节，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这体随个安排伫身躯，若百体拢像一款，就身躯伫倒落，总是打体是侪，也身躯是一个。21节，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袂对骹讲，我无欠用你。毋若安尼，身躯这个体看做较软只个，较袂得着。23节，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个体，咱就装塔互因较尊贵，也无较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24节，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上帝调和身躯，伫有欠缺的法，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合，是要互百体平三贯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当快乐。27节，恁这个是基督的身躯，虽个是做体。以上，赞美，咱请上年献乐队。
感谢上年献歌队用美好的歌声来讹乐上帝，讲道伫主爱中彼此成全。咱请王牧师。世代平安，咱真欢喜，咱即帮伊通过大专奉献主日，咱邀请大专中心的主任王品时牧师来咱中间分享信息。伊嘛是上是咱高雄中会第90届的议长，伊伫咱中会不止历史悠久的一个资深的牧师，咱大家欢迎王品时牧师甲咱分享。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祝福，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虽然经过真几工的风台天，但是主你会听保守，互阮拢得到平安。主嘛感谢你，赐了雨水伫阮的南部。互阮台湾拢无欠水，主，这实在是你对阮台湾的疼，对阮百姓的疼。主，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恩，嘛感谢主，互阮会通因为上帝你的疼，会通因为上帝你的话语，互阮的性命搁一遍得到改变。主，嘛求你，互阮会通用安尼的疼来疼搁较侪有需要的人。搁一遍将阮今仔日所分享的，拢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上帝你极大的祝福。献上感恩，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所敬听的牧师，咱所敬听咱的中职，咱的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专主日，真感谢主，互咱教会牧师会通接纳。互高雄大专中心咱兄弟来请安报告。咱真感谢咱的教会长期久长以来，拢为着大专来关心奉献，来代祷。因为咱知影大学生因伫即个大学的阶段的历程，可能来高雄读册敢若4年、敢若5年、6年，但是因会通伫即个大学求学的期间，受到咱正教会的兄弟牧长的关心，互因伫读册的时会通伫团契，搁一遍受到栽培、受到造就、受到咱侪的兄弟的关心。伫咱目前大高雄地区，咱有16间的学校内底有16个团契，有2个小组，所以真感谢主吼！伫咱即马安尼讲少子化啦吼，也是讲即马面临侪即个的挑战，但是咱犹原伫每一间学校的内底，拢有咱长老教会的团契。其实伫大学的内底吼，毋但咱长老教会的团契，其实嘛有真侪咱基督教的团契，有校园团契啦吼，有遮学园团契，其实有真侪团契拢伫大学的内底。但是嘛真感谢主吼，因为侪的福音进入校园的内底。互真侪的学生囡仔，因伫大学的期间，虽然面临即个世代的挑战，因有真侪可能价值观，甲咱所想象的拢无啥共款吼。但是因为福音，因为上帝的话，互因会通伫即个真理的下面，犹原会通有一个正确的路来行因人生的路。所以伫遮真感谢咱兄弟伫即个咱大专中心会通继续伫大高雄地区努力来传扬上帝的福音。无其实即马即个少子化吼，伫前几个月的新闻吼，咱嘛看见讲，其实即马有真侪学校吼，拢面临即马已经要退场吼。尤其伫咱大高雄地区吼，有2间学校吼，东方科技大学。搁高院吼，高院本来嘛其实已经真危险啊，但是因为前一阵拄好有迄台钢吼，台湾钢铁的资金来帮助因，所以因阮有辅导伫内底吼，伊讲因为有即个台湾钢铁进入内底，所以因会通安全，会通搁继续来维持学校安尼。
但是吼，东方科技大学因伫今年吼已经宣布啊吼，今年就爱停招，就是今年就无新生啊吼，就无新的学生会通入去。明年决定就爱退场啊，所以明年东方科技大学这间学校就退场啊。啊，我有学生吼，我拄仔是带东方科技大学的。啊，你带因的过程的内底吼，你嘛其实感觉讲，哇，这学生嘛足辛苦的。尤其我伫吼旧年吼，拄仔9月时吼，我拄仔有一个学生，啊，伊来参加团课，伊是大学1年的，啊，伊就读迄叫游戏动画吼。去听下，真诶，即摆就知影囡仔即摆拢足爱耍手机啊吼，爱设计迄动画。啊，迄阵啊，东方科技大学吼，伫几啊年前，就是看见即个趋势，啊，所以就设立即个课系，啊，讲互囡仔会通来学遮个游戏动画啊。安尼想讲，这游戏动画伫即摆安尼，逐个拢爱耍手机啊，啊，逐个应该是一个足发展的科系吼。结果你敢知影吼？我伫9月份啊，拄好有这新生来吼，啊，就甲伊关心，啊，伊来团课。我就问讲，哇，啊，你新生吼，啊，恁咧班几个同学？恁咧班吼，大学1年叫游戏动画科系，因迄班吼，来，兄弟你摇看卖，伊甲我讲，因咧班几个同学？几个？10个来。兄弟你摇看卖。东方科技大学伫咱路德遐吼，游戏动画科系哦，大一吼，大学1年迄班安尼来几个同学？伊甲我讲1个啦，伊迄班敢若伊1个，啊你听着讲哇，敢若伊1个呢？啊当然吼，我就甲讲，啊你1个要安怎上课？啊伊就讲只好甲全部，因为足侪科系嘛吼。啊，甲遐个科系其实有当时啊，甲伊是无有啥物相关科系，但是其实原来我甲问的吼，迄足侪科系的囡仔，若毋是1个、2个，啊，拢安尼个位数拢用咱镜头啊算会出来呢。啊，这学校是要怎维持啊？啊，要互老师薪水哪会发得出来？尤其吼，我迄学生就甲我讲吼，我安尼上课安尼拢足乖啦吼，佫拢会来参加团课。啊，就甲问讲吼，啊，你咧上课的时，啊，你感觉迄落上课的气氛安怎？伊讲吼，感觉拢无啥物趣味，吼，因为班上的1年敢若伊1个，啊，无就拢爱叫别班的吼，就是全拢爱 QQ 的，逐个同齐来上课。我讲啊，老师嘛足辛苦的呢吼，阮有一个老师吼，伊是阮嘛拢会来参加团课，啊，就拢会关心团课。啊，这个老师就讲吼，哇，老师嘛是。足挑战的，因为迄老师拢爱上无共款科系，啊，全部 QQ 做伙，你想这老师要怎上课？所以这个挑战吼，有真侪困难。但是伫安尼个困难的下面吼，我嘛看见讲，哇，这个老师其实嘛拢足甘心的吼，尤其是拢拿来团课拢基督徒的老师，虽然有真侪挑战、真侪困难，但是。伊就讲吼，伊伫学校会通做的，就是安怎，尽量就是为着学校。所以这个老师吼，伊毋若干那做老师，因为咱知影讲，这学校若得要退场吼，其实有足侪老师拢已经就离开学校，爱紧会去找别间学校。啊，若会搁伫内底的老师，伊讲吼，伊一个人吼，可能爱做10个人的工课，啥物拢爱做，行政、教导。有足侪你想袂到，伊讲哇，老师安尼吼，逐工安尼就是为透早来，啊，甲暗较容转去厝。所以看见安尼有真侪挑战，但是这个老师甲我讲，伊讲吼，伊知影讲上帝爱伊做的是啥物，吼，伊是一个真疼主的老师。伊讲虽然学校明年讲一定就要退场，但是伊就讲要甲学校同进退啊，吼。啊，阮这学生呢？我就讲啊，你要安怎？啊，当然学校会开因有辅导，会通，互因去附近看要去倒几间学校，会通甲因建议讲，你看要搁来，你要转科系，还是要转学校，都会甲因辅导。啊，但是我的学生甲我讲一句足心酸的话来讲，啊，我吼考入来，啊，都没有母校啊呢吼。
啊，人伊本来为遮毕业，啊，佫有母校安尼讲，啊，阮学校后边都无啊啦吼，啊，着爱佫换学校，爱佫换学校了，伊着爱佫重新去调适伊的心情，而且伊讲，即摆伊读即个叫游戏动画科系嘛吼，伊讲去别间学校无一定有即个科系啊，所以伊着爱佫重新去思考，伊佫来伊的方向。看见安尼，其实今年可能是一间，佫来2年、3年、4年、5年，会愈来愈侪的大学的安怎，会面临同款的问题，慢慢啊可能嘛拢会退场。所以，这大学的教育大环境看起来有真侪困难，但是敬听兄弟，当阮伫带这个团契、带这个学生的时，虽然看见安尼困难，但是阮犹原知影，虽然有困难，但是福音爱传无，嘛是爱传嘛。虽然环境伫改变，但是上帝的听袂改变，上帝的真理袂改变。所以，嘛真感谢咱逐位咱兄弟，因为我嘛听见真侪人讲啊，顾这大学生吼，拢了钱啦。因为学生拢袂奉献嘛，你读册的时都拢爱甲父母摕钱啊，根本就无遐多奉献。讲啊，这个学生恁顾这个学生也袂奉献，咱拢爱佫直直为着因安怎付出栽培。但是虽然是安尼，但是咱犹原知影，这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来通好好来栽培，好好来训练，好好来甲因受造就。其实阮有真侪囡仔，咱高雄大专中心吼安尼，囡仔毕业安尼一年毕业吼，咱看见讲，真正上帝嘛是祝福伫遮个学生的顶面。有真侪学生因毕业了后，目前安尼吼，咱安尼有20-30个吼，已经拢去做牧师啊吼。毕业了有感动，着去读神学院做牧师。有真侪伫教会嘛拢担任中职。伫咱的教会社会，拢做真好的服侍，所以看见安尼佫一遍甲咱兄弟邀请，咱继续为着遮个大学生来关心带导，互因会通继续伫大学即个阶段，因来高雄读册，会通互因有回家的感觉。阮有真侪学生吼，若伫咧毕业生吼，阮拢有毕业生祝福的礼拜，就是要毕业嘛，甲因办一个祝福的礼拜。我有真侪学生吼，伊伫即个毕业生祝福礼拜咧分享的时候，伊拢会讲吼，因感觉因来高雄，感觉若来团契有迄回家的感觉。因为你知影讲囡仔南北二路来咱高雄读册，有当时要转去厝住台北，有当时一学期转去一摆，但是来团契是逐礼拜拢来。伊讲伊来吼，伊就迄足温暖的感觉，有迄回家的感觉。你若听着安尼，你会感觉心内足安怎？足感动的吼！伊感觉讲，伊至少来遮伊有温暖嘛。因若拄着感情的问题，因若拄着人际关系的问题，因若拄着济问题时，伊至少会来团契安怎？讲互大家听嘛，大家就会甲关心，就会祈祷，伊伫即个内底就会慢慢安怎来受造就。若变学长学姐了，伊佫会去照顾遮个学弟学妹，看见。咱所做的，袂空着无啊，所以伫遮嘛，佫一遍甲大家邀请。虽然可能咱无法度去接触，也是讲第一线无法度去关心，但是你伫背后的祈祷，这是上大的一个支持的气力。因为有咱正教会、正牧者、正兄弟伫关心即群大学生，所以互高雄大专中心会通一年。虽然吼，即摆看见讲迄学校要退场啊，但是阮犹原安怎爱勇敢向前行嘛。所以伫遮佫甲大家真正就亲像我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叫“伫主的听的内底彼此成全”。听足重要，但是这个听爱出伫上帝的听。所以今仔日我要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来甲咱兄弟分享。咱要安怎伫听的内底彼此成全，彼此来因为听，互咱成做一个合一三听的教会。
学习伫主的听的内底，互相来成全，互相来照顾。咱若毋是伫主的听的内底，足困难的。因为有当时咱用咱的人用咱的听人的时，我相信咱拢有侪的经验。咱可能拢有即个要听人的想法，咱嘛有听人的行动。但是有当时你安尼听，有当时听到一个，你有当吼你听的付出的时，你嘛受伤呢。有当时你听的时，你嘛有当时听袂落呢。啊，愈听感觉讲，若听到这安尼，足无价值的吼。若听拢袂晓感谢。有当时你愈听吼，像阮安尼，尤其像阮咧带大学生吼，你就知影即摆大学生吼，有当时你吼对伊足好的，但是伊可能袂感觉讲，你对我即种好，我会甲你感觉讲这安尼拢辅导啦，牧者拢为着我付出时间。咱就知影讲，有当时即摆囡仔毋是安尼，伊会感觉讲，你听我是安怎？理所当然的。反倒当你若无甲伊听，你若无甲伊关心，伊佫会感觉讲安怎？你这辅导拢无好，拢无你甲我关心。但是其实阮看阮的辅导，有当拢安尼付出足侪时间的呢。但是你拄着安尼的学生，你敢会使甲讲好啦？这听袂落，毋莫甲听，甲囥伫一边，敢会使？袂使。你嘛是爱继续听伊。但是感谢主啦吼，因为咱拢有上帝的听伫咱的内底，佫较安怎？咱嘛是知影讲，出伫上帝的听，咱来去听咱身躯边侪有需要的啦。所以伫今仔日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咱侪的兄弟，咱拢有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伊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咱就知影讲吼，保罗伫写批互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时，伊毋是拢凊彩写的哦，伊就是知影讲目前这教会有发生啥物款的问题，发生啥物款的状况，伊若知吼，伊就爱紧诶写批甲因鼓励嘛，甲因劝勉。为虾米会写这段经文？咱知影讲这段经文，保罗伊用人的身躯来做譬如，要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影讲，咱所有的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伊用人的身躯做譬如，要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影怎？耶稣基督才是咱的头。为虾米伊会要安尼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原来就是咱知影哥林多教会吼是一间条件真好的教会。伊无论伫经济，也是资源，也是地理位置，拢足好的。就亲像这投影片写的，伫地理的位置，伊伫希腊半岛是一个真重要的商业的城市。经济咧，佫是贸易的中心。伊的艺术文化拢足发达的。所以你看，这伫外在吼，你就讲迄外在条件足好的，毋那外在条件足好的哦。你若你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看哥林多教会前书后书，你就知影讲吼，其实信徒吼嘛拢足有温数的哦。迄每一个信徒，你若看圣经就知影讲，哇，有会晓讲先知预言的啦吼，有真济遮的温数。但是咱若看讲，哇，你毋是足好的，迄一间教会若外在条件遮尔好，佮内底每一个信徒，大家拢足有温数，你感觉安尼教会复兴无？我相信咱即摆伫追求的，咱伫训练的嘛是拢望讲，咱的每一个信徒拢有无共款的温数，因为无共款的温数，就会通安怎彼此来造就，互咱的教会愈来愈好嘛。尤其你看咱的教会嘛，拢外在条件嘛足好的，地理环境拢足好的。哥林多教会嘛是安尼，外在好，内在好，应该照你讲是是一间足三听、足复兴的教会。结果咧，毋是安尼呢。原来保罗就是看见讲，本来照你讲应该是足复兴、足成长、彼此足三听的教会，但是原来内底有一寡问题啦吼。当然咱拢知影讲，有人的教会都有问题，
所以保罗就是安尼，伊要写批互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伊知影教会内部出一寡问题。信徒虽然足有温顺，但是因伫信仰甲生活内底有真侪错误的想法甲行为，所以保罗就写批吼，要甲因安怎劝勉，要甲因讲，有安尼的问题吼，咱就爱改变嘛，吼，若知就爱改变。所以你看保罗伊足疼即间教会，所以咱要来看到底哥林多教会因到底是啥物款的问题，今日要指出。即个问题吼，就是因为有即个问题，所以保罗才会写即段的话要来甲因劝勉。保罗写即段话，就是要甲因讲安怎，咱爱改变，爱互咱的教会真正是用三听做出发点。即间教会到底安怎？哥林多教会，咱知影讲吼，伫第1世纪的初代教会，你若看。即个11章吼，11章咱就会看见讲因圣餐时的混乱的问题。到底发生啥物款的问题？你想讲，咱来领受圣餐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因为伫第1世纪初代的教会吼，其实圣餐甲食爱餐是拢做伙的。吼，咱若看迄个初代教会是物讲因逐礼拜拢有擘饼领受圣餐，伊是逐礼拜哦，逐礼拜来教会都是。有爱餐，有圣餐，这是因一个真好的每一个礼拜拢安尼做。为什么？因为伫初代教会就是要透过这个食主的爱餐，食这个圣餐、爱餐，会通学习三听甲分享。因就是要透过这个具体的临食分享。互当时有欠缺的人、有需要的人，会通得到食饱。可能咱即摆的人，你足歹想象讲，一礼拜较一工食会饱。咱即摆台湾人，咱足幸福的吼，咱拢安尼食足饱的。但是以前的初代教会，也是讲像阮爸爸妈妈，伊讲因以前少年的时，其实迄生活拢足艰苦的，哪有可能像即摆呢？迄像即摆囡仔吼，要叫伊食饭就艰苦有无？咱有即个囡仔，阮有迄小朋友吼，迄若看到逐工要食饭，就讲足艰苦的。我会记阮查某囝细汉的时候，伊讲吼，伊去读幼稚园上痛苦的代志是啥物？你知无？食饭。伊若到中昼食饭，伊就开始哭。老师就甲我讲，妈妈，恁那查某囝若逐工要食中昼，伊就开始坐伫边仔流眼泪安尼啦吼。我倒来就甲问讲，你为什么到中昼你就会要哭？伊讲，我上无爱做的代志，就是去学校食饭。吼，你讲啥？即个囡仔受幸福啊，你知无？迄以前是无物件通食，即摆是物件坐到吼，伊就无想要食物件。你爱想讲，第1世纪的初代教会其实嘛是足辛苦的，尤其迄艰苦人、送向人足济啊。所以咱咧传福音一个真好的方式。就是透过你逐礼拜招因来遮，毋若互因心灵得到饱，吼听上帝的话，搁来咧，互因会通食到食爱餐，互因得到饱，吼这是足好的一个方式嘛吼。大家会通安尼关心，透过啉食，毋若安尼会通互需要的得到食饱，会嘛会通透过啉食来建立彼此的关系。会通食着安尼，共同来享受伫耶稣内底同食做一体，互每一个人伫耶稣内底拢是一家人。哇，这足好诶吼！所以我相信咱长老教会，我相信咱以前足好诶传统，咱嘛是拢有爱餐嘛，迄是因为咱疫情了后拢较无爱餐。以前嘛拢有爱餐，你食爱餐诶时，你有看见哇，大家建立关系，啉食诶时。互大家分享信仰、分享生活，大家感情就愈来愈好。教会就大家感觉讲来遮足温暖的，大家得到伫信仰、伫各方面拢会通得到帮助。这是第1世纪的初代教会拢是安尼。哥林多教会咧，因嘛是安尼呢，因嘛是安尼来做，但是因慢慢却。本来真好的美意却无去啊！到尾敢若剩形式，
无即个实际的分享。为什么？原来教会内底较有钱的人，因搁要安怎拒绝甲遮个较困苦的信徒同齐来分享遮个爱餐。原来遮个可能当时吼，咱初代教会其实阁有主人甲奴仆这地位的阶级会无共款。啊，来教会就是讲，因为大家拢是一家人，就无即个地位、无即个阶级的差别。但是伫哥林多教会却悠然有安尼分别愈来愈明显。原来遮个较好业的人，伊就感觉讲啊，我比遮个送向的人较安怎较尊贵，我的地位比恁较悬，所以安怎会讲，阮无愿意甲遮个看起来较低阶层的人同齐食饭。啊，所以变成安怎？咱知影讲，吼，初代教会拢足侪人，因毋是像咱坐伫礼拜堂吼，因拢可能坐伫外口安尼，啊坐若做礼拜煞咧，啊，就要同个食饭嘛。啊，遮个较好业的人，因就会通去房间内底，就开始食饭。啊，遮个可能本来是奴隶，可能是因兜的奴隶，也是讲个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就伫外口，因就开始可能爱搁收物件，爱搁整理物件，因拢整理好，才会通入去内底食饭。结果安尼长期以来发现，因若大家要入去食饭的时，内底的物件拢安怎？无啊，食了了啊。所以慢慢啊，安尼就失去当初设立即个圣餐的意义啊嘛。啊，所以就是保罗看见安尼的情形，啊，伊心足艰苦的，讲啊，一间教会内变安尼。每一届的圣餐的礼仪，拢敢若剩形式，失去真实的意义，破坏即个团契。本来讲，这初代教会就是一个团契嘛。咱讲这团契，结果伊破坏内底敢若剩分裂，剩遮个歧视歧视。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安尼啊，保罗感觉安尼袂使，所以伊就写即段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甲27节内底，伊用即段经文要甲因讲，你虽然有遮尔济的文书，但是文书是啥物人互因的？上帝互因的呢，毋是靠因家己，因就有遮个文书，迄是上帝互因的。但是上帝要互因的文书，是要互借着安尼的能力，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成长。但是哥林多教会信徒因有温书，却诚做拼输赢，带来搁较侪纷争啊。所以你知影哥林多教会因的问题就是因为安尼，结尾怎啊拢混党啦，混党啊，有真侪一派一派安尼啦内底有真侪问题，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今听遐这可能咱伫咱的信仰的内底，咱嘛要常常反省咱家己，是毋是有当时咱伫上帝的听内底感觉讲享受足济，但是有当时慢慢袂记咧上帝伊爱咱真正去做，真正就是听啦。而且这听，毋是干那听你想要听的人，有真济可能你听袂落去的人，咱嘛爱学习安怎去甲伊听呢？所以哥林多前书，伊伫即段经文，保罗伊就用人的身躯来做譬如，伊要互哥林多教会信徒知影讲，咱过来要安怎做啊？我相信这嘛是咱伫圣经内底咱所爱学习的，因为迄阵分党结派啊嘛所以伊就讲我是保罗即派我爱听保罗的话。我是阿波罗即派，我爱听阿波罗的话。结果听久，你到尾要听啥物人的？毋知要听啥物人的。所以保罗就甲因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头是啥物人？头是啥物人？紧听遐，这你感觉头啥物人是头？耶稣基督才是头呢，毋是保罗是头，毋是阿波罗是头，毋是。你安尼听，你会听袂了啊。所以保罗甲因讲，基督耶稣是头，教会是身躯，机体咧，每一个信徒拢是机体无共款的机体。所以身躯只有一个，
头嘛一个，机体是咱每一个兄弟。所以有当时啊，咱你看咱的周报，咱都写机体交通对无？迄若毋是教会的人，我想讲，什物是机体交通啊？机体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哦吼。所以讲，教会身躯只有一个，但是咱需要足侪机体互相做配合，就是讲伫基督耶稣的教会内底是有济无共款的人连接起来，每一个机体拢足重要的，欠一个拢袂煞的。叫听下这，你敢知影？咱拢是无共款的机体，欠一个拢袂煞的。所以伫即段经文的内底有几点甲兄弟来分享，这嘛是保罗要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的。第一，伊讲每一个机体拢有伊的功用，每一个机体拢有功用。咱知影拄我讲遐尼济背景，互大家听吼，因为遮个好野人，因看袂起遮个爽向人，感觉遮个爽向人，遮个较困苦的人，也可能伫教会吼是袂当做啥物。但是保罗要甲讲，毋是呢，是每一个机体拢有功用。咱来用咱的身躯来看就好啊。你看上帝奇妙的创造，互咱人身躯有无共款的机体。上帝安排每一个器官、机体，拢放伫上适合的所在。你敢有了解你的身躯？你有感觉你的身躯哇？上帝真正足奇妙的创造呢！每一个拢放伫上适合，发挥伊存在功能。所以你若是一个机体，你就有一定的功用。咱来看咱身躯的目脉就好啊。叫听下这，你感觉你的目脉有重要无？有啥物重要？你若流汗、落雨的时，迄汗、迄水就袂直接安怎滴落你的目睭，因为咱的目睭足重要的嘛。所以上帝就创造目脉要来保护咱的目睭，对无？你敢若讲啊，这目脉无路用，无拢甲剃掉好啊？即摆可能有人爱水，拢甲剃掉，画迄足水的目脉安尼啦吼。但是你若去了解上帝创造，为什么要创造目脉？保护目睭嘛。因为目睭足重要，毋若目脉保护目睭，佮创造一个啥物？目睭毛嘛，眼睫毛，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甲你保护。你敢袂感觉这目睭毛吼，像我即摆呢，可能有年纪啊，迄目睭毛拢定定落吼。若落就落入去目睭内底，足无爽快吼。敢会因为这安尼足无爽快，你想我甲慢调好啊？敢袂使安尼？袂使嘛，因为目睭毛其实足重要，你有迄刷背啦，还是有人要甲你弄目睭，你就紧来甲你保护你的目睭。你看上帝真正创造有够奇妙的，每一个拢有功用。所以你看这感觉看起来安尼足细，安尼感觉足微不足道的吼，但是伫身躯内底拢有伊的功用。尤其你若看咱的身躯内底，有当时吼，你敢若安尼无细意安尼紧去关着安尼，你就安怎？无爽快规工安尼吼，安尼想讲敢若一条筋安尼但是你看这上帝创造，每一个拢有独一特别的功能。所以保罗用身躯来做譬如，就是要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恁拢足重要的，毋通去看轻其他的机体。所以咱知影保罗伊用安尼，就是讲吼，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才能、运势，有无共款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每一个咱伫教会内底、伫家庭内底、伫工作的场所内底，拢足重要的。上帝互咱遮的物件，毋是用来看轻别人，来感觉家己足敖，毋是，伊是讲要造就、鼓励、安慰信徒，互咱的教会会通成长来大汉。所以咱若看见安尼，咱就知影讲，伫身躯内底，咱爱互相安怎来尊重啊。搁来，咱来看第二个，伊讲咱的机体中间爱彼此尊重，互相帮衬啊。伫今仔日经文内底，伊讲第15节吼，伊讲设使骹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属身躯。
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16节，伊讲世事耳仔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所以敬请兄弟，伫咱拄我所读的，咱袂当讲啊，目睭足重要的，规样区拢目睭，嘛袂当耳仔感觉足重要，规样区拢耳仔，安尼就足奇怪吼。所以我上帝互咱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伫20节、21节嘛，甲咱讲。总是担体是侪侪，身躯是一个，但是最重要的，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袂话对骹讲我无欠用你。敬听兄弟，什么是我无欠用你？你感觉我无欠用你是你讲什么意思？就是讲我无需要你啦，吼。其实伫咱的，尤其伫咱的服侍的内底，咱上惊的听着讲啊，我无需要你，我来就好。有当时咱会安尼吼，啊，我无需要你，当然我无需要你陪啊，有足侪原因嘛。感觉讲啊，我来做就好啦。哇，你做安尼绑骹绑手啊，做袂好啊，做了我还佫甲你啊，咱有真侪想法吼。保罗伫遮特别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咱的关系是安怎？缺一不可的，欠一个拢袂使的。袂当讲我无欠用你，就是我无需要你。咱若伫教会的服侍内底，上惊出现就是安尼，这是骄傲自大的心啦吼。所以咱咧时时提醒咱家己，咱毋通感觉讲啊，咱家己就会使哩吼。有当时咱若安尼的态度吼。久，你就会看轻别个肢体。所以保罗伊伫即段经文，甲咱讲，每一个拢足需要，每一个拢足重要。所以敬听兄弟，你嘛爱家己讲，我嘛是足重要的。有当时吼，我有教会的兄弟，有当时伊若长辈吼，拢甲我讲，牧师，我老啊啦，无路用啊。你敢会安尼讲？尤其咱行上年唱歌哇。你敢会安尼讲？毋通安尼讲。我有真侪长辈甲我讲，牧师，你莫叫我做代志，我老啊无路用啊啦。我讲你哪会无路用？咱的长辈有真侪经验，有真侪因安尼努力付出，哪会无路用？但是我老啊啦，骹袂行吼，有真侪身体本来咱器官人用久就安怎？都老啊嘛，会退化嘛。但是咱有足侪会通安怎发挥的呢？像咱常年性歌队来唱歌学乐。常年其实用做足侪代志去关心人，因足够的呢，足够共关心的。所以有当时咱毋通讲咱无路用啊。伫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拢安怎？拢是有路用的人，拢是有价值的人。无因为你的年纪安怎，嘛毋是因为你细汉就无路用，嘛毋是因为你老就无路用，大家拢是有路用的人。伫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伊要使用的器具呢。所以你看保罗就是要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甲因讲安怎？咱伫教会内底爱互相来肯定，互相来彼此相照顾。互相来关怀，尤其咧，当然伫教会内底，伫服侍内底，保罗嘛知影讲，有诶看起来是较软正诶人，有诶可能看起来是需要去互帮忙诶人，但是保罗嘛无因为安尼就讲遮诶拢是安怎，拢是无需要，伊无，伊反倒转伫22节，甲24节，伊讲身躯遮诶体若看做较软正诶，看起来较袂无得的，就是看起来呢较欠亏遮的人吼，是看起来较无贵气的。伊讲咱着安怎？咱就爱装他，互伊搁较贵气。若看起来较无文雅的呢，你着爱互伊搁较文雅，就是遮个软弱的，遮个软正的，你爱反倒转帮赞，互伊安怎？搁较好嘛。保罗用身躯就是安尼啦，敬听下说，今日你若讲吼你的骹去扭着好啊，
闹着你就知影足无爽快嘛。你敢会因为讲这骹闹着，莫插伊啊？反正我阁有骹，我阁有其他一支骹，我阁有手，我阁有身躯，我就来做其他的代志。即支骹就拢莫插伊，你敢会安尼？通常咱袂哦，咱就会紧会去看医生，甲即支骹烂，甲伊医药好。因为你知影讲，迄一个所在若无爽快，你着规身躯拢安怎？拢袂爽快。就亲像这讲的，若一体受苦，百体就同受苦啊。所以你看，你一个所在受伤，你就会安尼用心，甲即个所在甲医药好，看医生去复健、针灸、食药啊，你就是要互即个看起来较软只的所在安怎，互伊变好嘛。咱机体爱安尼无？爱呢？咱若所以圣经讲，伊讲若看起来较软只的，你着爱帮赞伊。看起来较无贵气的，你着帮赞伊，互伊搁较有贵气。所以这就是甲咱讲安怎？咱就是爱特别关心，特别甲伊帮赞伊，照顾伊。保罗讲，只有安尼，规个身躯较会安怎？健康大汉嘛，较袂分裂。伊讲，当咱若安尼做的时，你就会看见讲，一体受阳光。百体安怎同快乐啊？所以最后一点，甲大家兄弟分享的，咱来清楚一点：基督是咱身体的主人。第18节安尼讲，伫今个18节，伊讲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这个体随的安排伫身躯啊。所以，今听这咱所有的机体安排伫身躯，是啥物人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哦，毋是人的意思。上帝甲你安排伫即个位置，安排即个角色，安排伫每一个你可能即摆的环境内底，是啥物人的意思？上帝的意思啊！你若有明白。这是上帝的意思，这是上帝的主权的事，你的心就会安怎？才有法度学习去顺服啊！无当时咱足歹顺服的。你若照咱人的意思，你有真济讲为什么着甲我放伫即个位置？为什么我着安尼你着有真济咱的家己的想法。但是你若明白。上帝伊是照伊的所爱，所以你看，咱拢是照上帝的所爱，将机体安排伫上帝感觉上适合的所在啊。所以你若有明白这点，咱就无应该去看轻别人，也是嫉妒别人的运势。咱爱做的只有一项，就是好好尽忠。做上帝所托付咱的代志，安尼就好啊。你若明白，上帝即摆甲你安排伫遮，你就好好啊做即个代志就好啊，你家己做好。若大家拢做好，哇！你看这身躯会用无？伊会用嘛？这教会会进步无？会。咱的兄弟，大家拢是健康的。所以，咱若明白，咱就知影讲，咱每一个信徒，咱每一个基督徒，咱都是一个机体。上帝照伊的所爱，互咱安排伫遮。所以，当这个属灵的机体若合一成做一体时，彼此就有好的同工甲支持。所以，保罗就是甲哥林多教会信徒讲，当若安尼做的时，规个基督的身体，规个教会就会通发挥伊强大的功能，最光最严，荣光上帝的名。所以相信咱伫上帝的听的内底，咱若愿意安尼去做，你就会看见迄伫无形的内底，迄圣神的气力就会帮助咱。就亲像阮伫大专的时。可能嘛是一个机体，上帝设立，但是就是因为有咱正教会兄弟，咱的牧长安尼互相支持关心，所以互即个机体嘛会通慢慢安怎长大。若
若看起来其实都是一个合一嘛，都是一个合一。所以愿上帝施恩祝福伫咱教会，伫咱正向者，互咱的教会会通因为咱每一个肢体，咱每一个信徒，拢肯定咱家己上帝伊互咱无共款的恩赐，咱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的，咱拢是特别的，咱拢是一个足有路用的人。你若常常安尼甲家己讲，感谢上帝，互你有缘有气力。咱有缘会通为着侪人来祈祷，咱有缘会通做咱会通做的代志的时，你就会看见啊，上帝真正伊要帮助咱，互咱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咱的内底，互咱有气力去疼搁较侪有需要的人。所以最后要请大家看一段阮台专中心的影片，互咱知影讲，伫台专中心，阮除了每一个礼拜的团契，阮嘛会办侪活动、宴会，都是要互这个学生会通伫内底互相学习，要安怎彼此合作、彼此相听。来，咱即摆邀请大家，咱来看这段影片。你会通来看这特刊，后壁有这个团契，咱若有熟悉的大学生吼，伊若有读这个学校吼，嘛欢迎，互阮知影，阮会通来甲伊关心。伫内底嘛有奉献茶啊，愿上帝感动咱正兄姐，为着大专继续来关心、大祷甲奉献，咱同心来祈祷。
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通因为上帝你疼阮，互阮有气力来疼人。主嘛求你帮助阮众兄弟，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疼的内底，搁一遍来知影，主原来你遮尼疼阮，互阮知影，阮拢是有价值的人，阮拢是独一无二的人。主啊，你互阮每一个肢体拢会通发挥阮家己所应该发挥的功能。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真做教会的祝福，互阮会通真做家庭的祝福，互阮会通发挥阮应该发挥的功能，好好尽忠接受伫上帝你爱阮所做，将阮每一位兄弟拢搁一遍摆咧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你牵阮的手，互阮勇敢行往阮人生头前的路。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回应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咱起立来吟全首。咱游园徛的，咱无论是咱地方教会，还是咱大专中心，咱伫主内底，咱拢是一体，互相用主的疼，互相成全。咱若常时为着咱的主任咱的大专中心的主任王丕新牧师，甲伊的团队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所领受的信息，毋望咱对主领受主的疼，以肢体中间无分彼此，三扶持，三帮赞。咱即是家己咱的双手为着大专中心，为着咱领受，为着咱教会事工，咱来祈祷，咱大声喊三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我感谢你，互阮会当今日早起听起大专中心的主任王牧师的分享，互阮会知影伫主的中主的内面，阮会当诚做基地，伫主的中间无分彼此，无论阮是地缘教会，也是阮是大专中心的同工。愿主你帮助，互阮会通过阮的关心，通过阮的奉献来承受上帝你美好旨意，通过这奉献，互大专中心搁有经费来辅导引带这学生伫信仰顶悬的成长成长。主你也是阮祝福阮的教会，无论阮会对节目区，也是阮的事工，主你大大是阮祝福阮的每一个牧区，伊主里面前有上帝你的恩典，伊祝福每一个团队拢会当心服在主，愿相信你是阮带领，互阮用听三夫妻，用听三帮赞，互阮用听来见证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用听来成做彼此的帮赞，因更主你名，愿上帝你是阮带领。是阮听上帝感谢你，以你的恩典中间。主，阮听起主你的罗卜阮大专中心主任牧师王牧师的分享，互阮知影，阮伫基督听中间用耶稣的听来彼此扶持帮助。主，阮也更加更加知，通过阮地方教会对大专中心的关心、扶持、奉献，互因搁有经费、搁有气力三甲来扶持帮助这些学生伫信仰顶悬的造就。日后成做教会甲社会的帮助甲见证。主，阮也为着阮教会，阮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团队来祈祷，互阮会通过三夫妻帮助，互阮以像教会所做的事工，拢会当互人的性命提升，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主你的名受高举。主，阮将阮有像教会每一个团队、每一个牧区，拢仰望你，愿上帝主你带领祝福，阮以主你前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是阮听完的阿爸爸，阮要感谢你，学乐你，互阮有奉献甲服侍的才调。感谢你的恩典，润德伫你的土地，甲你的囝儿身上。主，当阮用阮的奉献，成做教会的内容，由你圣化，成做教会的祝福甲恩典。主，求你的祝福恩膏压伫阮的头壳顶，甲头前的路站，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门。祝福车肯。
请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脚伫地，对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闭会。